做伙读圣经，今仔日4月29，咱要对民数记第21章读到第24章。咱用的版本是现代台语译本。第21章，住伫尼基夫的迦南人阿拉德王，听见以色列人对亚他林的路来，就甲以色列人交战，掠因几啊个人。以色列人对上主下官讲：恁若真正互阮杀赢这个人民，阮就要将因的城完全毁灭。上主听以色列人的恳求，将迦南人交伫因的手，因就将迦南人甲因的城彻底消灭。迄个所在就叫做何尼玛。以色列人对何尼山出发，驶过以东的地，红海的路行。伫路呢，因的心真烦，就埋怨上帝甲摩西讲：恁是安怎带阮出埃及，互阮来死伫即个旷野？遮无食物，无水，阮嘛无爱搁食即个白净无味的物件。上主就派火蛇入去人民的中间，咬因。以色列人死真多，人民就去甲摩西讲：阮有犯罪，因为阮讲话攻击上主甲你，请你求上主甲这个蛇赶离开阮。摩西就为人民祈求，上主对摩西讲：你自一尾蛇吊伫旗杆顶，所有互蛇咬着的，一个看着就会活。摩西就自一尾铜蛇吊伫旗杆顶，所有互蛇咬着的，一个看，即尾铜蛇就活。以色列人出发，站营伫阿伯，搁对阿伯出发，站营伫摩押东边旷野内面的以亚阿巴林，对遐出发，站营伫撒勒的溪谷，对遐出发，站营伫摩押甲阿摩利的交界，属阿摩利的阿伦溪谷迄边看，我滚阿摩利的旷野。所以上主的证据安尼记载：所发的瓦哈伯、阿伦遐的溪谷，以及遐的溪谷会徛一直到阿尼地区，我滚摩押的边界。以色列人对遐去比拟，上主捌对摩西讲：你自出人民，我要水互因。所讲的就是这口井。迄时以色列人唱歌讲：井啊，请水出来！咱着对伊唱歌，这是贵族用照办开的，是民间的领袖用管仔骨的。因对旷野去马塔那，搁对马塔那去列哈列，对拿哈列去巴末，对巴末到摩押地区的山谷，对遮看落去，会当看到旷野的比斯加山的山尖。以色列人派使者去见阿摩利人的王西宏，讲：请允准阮经过你的地，阮袂射入去田园甲泡汤园，嘛袂啉井水，只有行大路，一直到过你的边界。西宏毋准以色列人经过伊的地，就自出伊的人民出来旷野，要攻击以色列人。伫亚杂甲以色列人交战，以色列人用刀杀因，占阿伦河甲拿卜河中间的地，直直到阿门人遐，因为阿门人的边界守防严密。以色列人占领阿玛力人所有的城，包括
希实本甲周围的庄舍。希实本是阿玛利王西方的城，西方捌攻达以前的摩押王，占领伊所有的土地，直到阿伦河。所以诗人念诗讲：摕来实本，愿西方的城重建搁坚固，有火对希实本发，有火焰对西方的城出，烧毁摩押的阿尼，烧毁阿伦河的山头段。摩押啊，你有灾祸啦！拜基抹神明的人啊，恁灭亡啦！基抹害伊的查某人逃亡，害伊的查某人互阿摩利王西方掠去。阮伫希实本到底本，甲因完全消灭。阮互地荒废，直到拿法，搁到米底巴。安尼，以色列人就住伫阿摩利人的地。摩西派人去探查亚舍，因占遐个庄舍，将遐个阿摩利人赶走。以色列人就势对巴山的方向去。巴山王恶甲伊的军兵出来伫以得来甲因交战。上主对摩西讲：毋免惊因，因为我已经将伊甲伊的军兵以及伊的土地拢交伫你的手。你着亲像对付住伫希实本的阿摩利王西方安尼对付伊。以色列人就杀死恶甲伊的囝儿，以及伊的人民，连一个拢无留地，搁占领伊的地。第22章，以色列人搁出发，伫约旦河东边，耶利哥对面的摩押平原10名。西伯的囝巴勒听见以色列人对阿摩利人所做一切的事，摩押人知以色列人真多，就真惊，非常着急。摩押人甲米甸的长老讲：呾即群人要将咱四周围所有的食了了，亲像牛食野地的草共款。迄时西伯的囝巴勒做摩押的王。伊派使者去幼发涅底河的比夺，比尼的囝巴兰的故乡，邀请伊来，讲有一族的人对埃及出来，因人多甲看满地面，现在住伫我的对面，因比阮较强，所以请你来替我救助遐个人，我才有可能赚赢，甲因赶出这个地。我知你祝福的会得到祝福，你咒诅的会得到咒诅。摩押的长老甲米甸的长老就带卜卦的礼金出发，去巴兰遐，将巴勒的话甲伊讲。巴兰对因讲：下昏暗，恁住遮，我会将上主吩咐我的，甲恁回复。摩押的官员就住伫巴兰遐，上主来巴兰遐，问伊讲：来住你遮的是啥人？巴兰应上帝讲：是西伯的囝摩押王巴勒派人来我遮，讲有人民对埃及出来，人多甲看满地面，请你来替我甲因咒诅，我才有可能赚赢，甲因赶出去。上帝对巴兰讲：你毋通甲因去，嘛毋通甲即个人民咒诅，因为因是我所祝福的。过早起，巴兰起来，对巴勒的官员讲：恁倒去，因为上主毋准我甲恁做伙去。摩押的官员就出发，倒去甲巴勒报告讲：巴兰毋肯甲阮来。巴勒阁派较侪较大的官员。因到巴兰遐，对伊讲：西伯的囝巴勒安尼讲，请你一定得来我遮。
我要互你高额的报赏，无论你要求什么，我拢会互你。所以，请你来，替我甲这个人民救助。巴兰对巴勒的官员讲：巴勒就是规间厝的金银，互我一卒拢毋敢违背上主我的上帝的命令。请恁下昏暗，搁歇踮遮，听候我知上主要搁甲我讲什么。迄暝上主来巴兰遐，甲伊讲：既然这人搁来邀请你，你就答应去。毋过我甲你讲诶，你着照安尼做。巴兰透早起来，准备驴甲摩押的官员做伙去。上主因为巴兰甲巴勒的官员做伙去，就受气。巴兰骑驴，有2个仆人缀伊。上主的使者来徛伫路里，甲伊阻挡。驴看见上主的使者徛伫路里，手举拔出来的刀，就对路里闪入园。巴兰拍驴，要互伊倒来原路。上主的使者来徛伫葡萄园的尾路，双边拢有墙。驴看见上主的使者，就闪我一边墙，甲巴兰的骹磕着。巴兰就搁拍伊。上主的使者行进前，活伫较尾的所在，双边无路通说。驴看见上主的使者，就拍伫巴兰的下底。巴兰发生气，用拐仔拍驴。上主开驴的喙，驴就对巴兰讲：你若无代无志，甲我拍3遍。巴兰对驴讲：因为你创伫我恨袂得有刀甲你刣死。驴对巴兰讲：你前少年就骑我敢捌对你安尼做。巴兰讲：毋捌。迄时上主开巴兰的目睭，伊就看见上主的使者徛伫路里，手举拔出来的刀。巴兰就额头拍伫涂骹。上主的使者对伊讲：你是安怎3遍拍你的驴？我来阻挡你，因为你的所做违背我。驴看见我，就闪我3遍。伊若无闪，我早就甲你刣死，互驴活地。巴兰对上主的使者讲：我有罪啦，我毋知你徛伫路里阻挡我。你若无爱我去，我就转去。上主的使者对巴兰讲：你答应去，毋过你甘答会用得讲我爱你讲的话。巴兰就甲巴勒的官员做伙去。巴勒听到巴兰来，就去摩押城迎接伊。这个城是伫边界的阿伦河边。巴勒对巴兰讲：我前摆就热切邀请你，你是安怎无来？你想讲我袂互你高额的报赏是无？巴兰应巴勒讲：我拢已经来啊，毋过我袂当要讲什么就讲什么。我简单会当讲上帝交代我的话。巴勒带巴兰去乌索城，巴勒杀牛羊献祭，将祭肉送互巴兰以及去接伊来的官员。过早起，巴勒带巴兰去巴抹巴勒。巴兰对遐会当看到以色列人民分散到倒位。第23章，巴兰对巴勒讲：你伫遮甲我去7座祭坛，搁准备7只牛犅、7只羊犅。巴勒就照巴兰的话做。巴勒甲巴兰伫逐座祭坛献1只牛犅甲1只羊犅。巴兰对巴勒讲：你且徛伫你的烧化祭的边仔，我要去头前，无一定上主会对我很狠。伊甲我指示什么，我会甲你讲。
巴兰就上去较悬无草木的所在。上帝对巴兰显现，巴兰对伊讲：我已经准备7座祭坛，伫逐座坛献一只牛犅甲一只羊犅。上主将巴兰应该讲的话交代伊，佮甲伊讲：你倒去巴勒遐，就安尼甲伊讲。伊就倒去巴勒遐，看到巴勒甲摩押的官员要徛伫烧化祭的边仔。巴兰就念诗讲：巴勒带我对苏利亚来，摩押王带我出东边的山。伊讲：来，甲我咒诅哪国？来，毁灭以色列。上帝无咒诅的，我哪通咒诅？上帝无辱骂的，我哪通辱骂？我对山岩看，对山顶观看。这个人民家己徛起，无甲列国排做伙。啥人会当计算哪国的土沙？啥人会当点算以色列的土粉？愿我的死亲像义人的死，我的结局亲像因的结局。巴勒对巴兰讲：你是咧创啥？我叫你来咒诅我的对敌，你竟然甲因祝福。伊应讲：上主交代我讲的话，我哪敢无照实讲？巴勒对巴兰讲：请你甲我去别位，伫遐你会当看到因，你只有会看到因的一部分，袂当看到因全部。你着伫遐替我甲因咒诅。伊就带巴兰去烧毁的野地，上比斯加山顶去7座祭坛，逐座坛献一只牛犅甲一只羊犅。巴兰对巴勒讲：你请踮遮，徛伫你的烧化祭边仔，听候我去遐见上主。上主对巴兰显现，将伊应该讲的话交代伊，佮讲：你倒去巴勒遐。就照安尼讲，巴兰就倒去巴勒遐，看到巴勒甲摩押的官员要徛伫烧化祭边仔。巴勒问伊讲：上主对你讲甚物？巴兰就念诗讲：巴勒注意听，西巴的囝听咧，上帝袂亲像人讲白贼，嘛袂亲像人话反话。伊减会讲了无罪，减会讲出喙无实现。我奉命祝福上主的祝福，我袂甲伊改变。伫哪个看袂到灾难，伫以色列看袂到灾祸。上主因的上帝甲因同在，伫因中间有学了上主因的王的声。上帝带因出埃及，为着因，伊发出亲像野牛的气力。哪国无需要看掉头，以色列无需要破卦。时间一个到，人讲到哪国一定会讲，上帝已经为以色列完成遐大的事。这个民族兴起亲像狮母，挺身亲像狮公。伊无食腊物，无啉腊物的血，一定无要休困。巴勒对巴兰讲：你无甲因咒诅拢害啊，哪会甲因祝福？巴兰因巴勒讲：我竟无甲你讲，上主交代我的话，我一定着照安尼讲。巴勒对巴兰讲：来，我带你来别位，可能上帝爱你伫遐替我甲因咒诅。巴勒就带巴兰去比尼山的山尖，对遐看落去，会当看到旷野。巴兰对巴勒讲：你伫遮甲我去7座祭坛，搁准备7只牛犅、7只羊犅。巴勒就照巴兰的话做，伫逐座坛献一只牛犅甲一只羊犅。第24章，巴兰知上主欢喜祝福予以色列，就要亲像顶两遍去看掉头。巴兰
民旷野，看到以色列人照之作集营，上帝的神临到伊，伊就念诗讲：比尼的囝巴兰的愚人，目睭看清楚的人的愚人，有听见上帝的话，看见全能的异象，拍地，目睭金金的人的愚人。哪国啊，你的布片哪会遐水？以色列啊，你的帐幕哪遐好看？因亲像三连线的樟树，亲像溪边的花园，亲像上主栽种的沉香树，亲像水边的白香树，水要对因的水潭漫出，因的种子要压伫水源充足的土地，因的王要比高国较伟大，伊的国要兴起。上帝带伊出埃及，为着伊发出亲像野牛的气力，伊要消灭对敌的国，讲断因的骨头，用箭射痛因。伊亲像拍地的西工，亲像倒地的师母，啥人敢惹伊？祝福恁的，愿因受祝福；咒诅恁的，愿因受咒诅。巴勒气噗噗，拳头母甜安安，对巴兰讲：我叫你来，甲我的对敌咒诅，你竟然连续三遍拢甲因祝福，你随时甲我倒去。我本来想要互你狗仔的报赏，毋过上主阻挡，互你得袂到。巴兰对巴勒讲：我敢无对你派去我遐的使者讲，巴勒就是规厝间的金银，互我嘛毋敢违背上主的命令，照家己的意思做代志。上主爱我讲什么，我就安尼讲。巴兰阁对巴勒讲：当我要倒去我的故乡，来，我甲你讲，将来以色列人会安怎对待你的人民？伊就念诗讲：比尼的囝巴兰的愚人，目睭看清楚的人的愚人，有听见上帝的话，得到至高的知识，看见全能的异象，拍地，目睭金金的人的愚人，我看见的毋是现今的事，我观察的是将来的代志。有一粒星对哪国出来，有一个统治者对以色列兴起，伊会侵入摩押的边界，会占领塞德的领土。伊要征服对敌以东，互因成做伊的产业。以色列会哪来哪强，有一个统治者会对哪国出来，伊要消灭城内所存的。巴兰阁看见阿玛力人，就念诗讲：阿玛力是列国的头，毋过伊最后会灭亡。巴兰阁看见基尼人，就念诗讲：恁徛起的所在坚固，恁做守伫山岩，毋过基尼会衰微，最后互亚述掠去。巴兰阁念诗讲：哎呀，上帝做遮的代志，啥人会当活落去？有战船对基特来，侵犯亚述，攻击希伯，伊嘛会永远灭亡。巴兰就起身倒去伊的故乡，巴勒嘛转去。咱今日所读的圣经节，伫民数记第21章到24章。